哈，大家好，我係玲玲。我嘅職業係一位演員。作為一位演員，工作真係好忙，每日朝頭早起身到夜晚11點先可以返到屋企，工作時間長，休息時間少。所以選擇一間 work-life balance 嘅公寓呢，對我嚟講真係好重要。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，就係我嘅假期啦，所以我今日想俾大家睇一下我一日嘅空閒時間會去做啲乜嘢，同埋呢一間公寓點樣幫我達到生活同埋工作之間取得平衡。準備好未？ Let's go！呢度咧就係 Origin Blocks and Place 22 Station 啦，新公寓 Dual Space 複式單位，樓底4.2米高，位於生活百間嘅地標中心，簡直係為我哋新一代年輕人而設嘅公寓啊！呢一間房簡直係五臟俱全，仲可以見到海景添啊！唔止係咁樣啊，呢間公寓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某啲單位咧係可以俾你養寵物添啊，貓貓狗狗。而最緊要咧就係交通方便啊 ！BTS 咧只係位於公寓嘅正大門啊，簡直係零距離。呢度就係 Origin Blocks and Place E22 Station 嘅位置啦。喺繁忙嘅時間都唔使驚塞車，只係搭 BTS， 就算去湯羅站，大概係22分鐘到。呢間公寓位於地標中心，無論係商場又或者係醫院，都離呢一間公寓好近嘅咋。假日想同屋企人又或者係朋友出去 hang out， 去咖啡又或者係海邊食飯都得。住咗之後，每一個假期都過得好充實，唔使驚塞車，去邊度都好方便，每日都可以過得幸福美滿。呢度就係 Origin Blocks and Place E22 Station 啦。